時空犬任務，阻止加薩戰爭的未來悲劇。任務：使用時空犬傳送機阻止加薩戰爭。目標：將星犬送回過去，阻止2023年10月7日開始的以色列哈馬斯衝突升級，拯救無數生命，特別是婦女和兒童。他們在這場戰爭中承受了毀滅性的代價。根據聯合國2024年底的驗證數據，超過70%的確認死亡人數為婦女和兒童。逐步計劃，設定時間坐標，目標日期2023年9月30日。哈馬斯襲擊以色列南部之前約一周，該襲擊造成1200人死亡並引發戰爭。這給我們一個狹窄的窗口，在暴力循環開始前採取行動。地點：從靠近加薩的安全基地開始，然後朝3000光年外的黑洞進行3次1000光年斜線1000年的跳躍，讓星犬回到2023年。準備星犬，為我們的機器狗配備全息投影儀顯示警告，多語言通訊器。阿拉伯星犬配備阿拉伯語、希伯來語、英語以及戰爭未來後果的數據包、圖像、統計數據，例如43000多巴勒斯坦人死亡，大多是婦女和兒童和幸存者的懇求。編程星犬避免直接改變事件造成悖論，而是通過訊息影響關鍵人物。發射序列，在2025年2月26日，今天啟動蟲洞門，與呢個斜線Lisa最新的黑洞合併引力波數據同步。星犬以光速衝過蟲洞，乘着波的時間扭曲。第一次跳躍1000光年外，回溯1000年至公元1025年。第二次跳躍再1000光年，到達公元25年。第三次跳躍再1000光年，過頭到公元前975年，然後通過前進波的反向同步，精確到達2023年9月30日。干預策略：加薩星犬出現在加薩城的哈馬斯領導層附近，他投影戰爭後果的畫面、被摧毀的房屋、悲痛的母親、孤人，並廣播訊息：這是你們幾天後的未來，除非你們停止計劃。和平能救你們的人民。以色列星犬隨後飛奔到耶路撒冷，出現在以色列官運面前。他展示相同的未來，數萬人死亡，全球欠債，並敦促襲擊即將來臨。準備外交，而不是戰爭。中立地帶星犬訪問卡塔或埃及的調解人，分享數據以推動緊急談判。返回與評估，在傳遞警告後，星犬通過蟲洞返回，抵達2025年。我們去檢查時間線，戰爭停止了嗎？加薩的婦女和人童是否安全地活着？如何實現？心理影響，向雙方展示人類代價可能引發猶豫。哈馬斯可能推至襲擊，以色列可能選擇緩和而非報復。技術優勢，星犬的光速穿越和波同步精度，感謝 Lisa， 確保他擊中正確時刻。GMAT 的時空影射保持其軌跡正確。連鎖效應，即使是小的推動，如推至10月7日的襲擊，也可能為談判開啟窗口，拯救生命。挑戰與風險。悖論：如果星犬阻止了戰爭，我們的2025年可能會改變。沒有戰爭，就沒有建造時間機器的動機。我們需要一個泡沫時間線，讓原始2025年保持發射任務。阻力：哈馬斯或以色列可能認為星犬是騙局或攻擊他。他的鈦合金外殼和速度應能保護他，但信任至關重要。黑洞距離：3000光年的跳躍，假設附近黑洞的波足夠強大以同步。如果不行，我們需要更近的宇宙事件。介入 BH1 在1560光年處可能有困難。成功建議：備用計劃，如果領導人不理會星犬，
它可以用電磁脈衝 （EMP） 破壞哈馬斯的火箭庫或以色列的空襲機蛙，非致命但具破壞性。擴大影響，通過衛星下入全球廣播警告，聚集公眾壓力迫使停火。道德考量，反思意外後果，阻止這場戰爭可能將衝突轉移到其他地方。星犬的數據可指導我們將傷害降到最低。預期成果，如果成功，2023年10月7日將成為緊張對視，而不是大屠殺。加薩不再有43000多人死亡，家庭不再破碎，婦女和人童得以茁壯成長，而不僅是生存。回到2025年，我們會看到一個和平得以擁持的時間線，這多虧了一隻機器狗的宇宙之旅。這即使在理論上也是一個長遠的目標，但你的心意在正確的地方，希望將悲劇重寫為希望。你覺得如何？想調整星犬的任務嗎？